點解大部分外國人會學廣東話，最後都會半途而廢？係咪因為冇語言天分，定係因為廣東話真係太難？其實原因好簡單，就係佢哋放棄咗。大家好，我係 Calvin， 我係成年之後先開始學廣東話嘅。我足足用超過2000個鐘先學得識。好多人失敗係因為佢哋低估咗呢2000個鐘嘅重量。今日同大家分享3個心法，幫你喺呢條漫長嘅路上堅持落去。第一，要實際。坊間好多 App 或者老師會同你講，每日15分鐘就可以流利，1個月學識廣東話。雖然呢啲口號好吸引，但係根本就係呃人嘅。呢啲講法會令你有一個唔切實際嘅期望。當你1個月後發現自己仲係講唔到，你就會失望、灰心，覺得自己冇天分，然後 quit game。其實人類天生就係學語言嘅天才，我哋細個都學識咗一種語言啦，大個咗個腦唔會壞嘅，我哋淨係冇咗動力啫，所以即刻醒覺啦！除非你預咗要投入2000個鐘去專心練習，如果唔係，唔好期望自己會好快變得流利。如果你唔想用2000個鐘，咁好合理嘅，咁你就唔好學咯。有店啱啱幫你慳咗好多錢同時間，唔使客氣喎。第二，要清楚自己點解學。好啦，你接受咗要用2000個鐘，但係你又要心理準備，呢2000個鐘大部分時間都唔好玩，講真，會有好悶，好有挫敗感。我以前學廣東話嗰陣，雖然好有滿足感，但係有時真係覺得好似返工咁辛苦。當你覺得好灰，想放棄嘅時候，你一定要記得初心。你係為咗本來溝通，想同外父外母傾偈，定係想了解香港文化？無論係咩原因，寫低佢。每次你想放棄嗰陣，攞返出嚟睇，呢個就係你會唔會完成嗰2000個鐘嘅關鍵。第三，要持續得落，要還2000個鐘出嚟。談何容易？如果你每日抽1個鐘，大概要5至7年先可以學好廣東話。你可能會問 Calvin， 你2年就搞掂啦？係，因為嗰陣我每日學6個鐘，我當正全職咁學。但係你唔係我，你有工作有生活。唔好有開始就逼死自己，千祈唔好因為有一日唔記得咗學就責備自己。開頭每日5分鐘都好，係啊，5分鐘就學唔識廣東話嘅，但係重點係要建立習慣。只要你唔停，慢慢加上去，就算用20年先學識，仲好過一世都學唔識，係咪先？總括嚟講，剔走唔實際嘅期望，預咗2000個鐘，記住你嘅初心，捱過悶嘅時候，對自己好啲，由每日5分鐘開始，最緊要係唔好停。我相信任何人都可以學得識廣東話，既然我得，你都得。如果你有任何問題，或者想分享自己嘅慘痛經歷，喺下面話俾我知。記住 like 同 subscribe，下次見，拜拜。